風大雨大嘅環境之中，的而且確無論從經濟角度睇，從真正天氣角度睇咧，的而且確咧我哋係陰霾滿布。但係總嘅嚟講咧，就係危裏邊一定有機嘅，亦都禍中有福。只要我哋沉着應戰就可以。咁呢一方面呢，主席，我哋早前喺6月10號嘅辯論裏邊，關於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面對嘅新挑戰嘅辯論裏邊呢，我都曾經提及過2個建議，一個就係話盡量向中央政府爭取咧喺香港呢係作為呢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即係亞投行嘅一個唔單止係地區嘅總部，甚至可以話雙總部，以製造大量嘅機構，57個國家可以喺香港建立佢嘅機構同埋佢哋附屬機構，將佢哋嘅交投結算喺香港進行，大量嘅工作可以俾到香港年青人朋友，而亦都咧考慮到上海本身都已經係亞洲金磚5國銀行嘅總部喺上海啦，香港係絕對冇理由唔可以爭取到呢個咁嘅機會，呢個咁嘅位置嘅。另一方面咧，香港作為一個投資債券嘅中心，包括係用港幣又好、人民幣又好作發債券，係充分利用而家嗰個資金缺口嗰大約係5萬億港元嘅基建設施嘅需要。主席，我理解到咧，就財政司初步都有反映到話，將爭取香港作為一個總部嘅其中一部分。請提出你問題。我想問嘅特首就係話，究竟而家面對呢個咁嘅挑戰上，我哋見到今次國內無論係從官方又好，從民間又好咧，佢哋嘅投資個態度啊，佢機制都係非常之不成熟嘅。對香港嚟講咧，可以話係禍中藏福嘅。當局點樣睇呢個機遇咧？點樣睇我哋有咩困難咧？點樣會爭取到呢個咁嘅可能性？主席，中央係十分清楚，香港作為一個國家嘅國際金融中心，作為國際嘅中國金融中心嘅優勢嘅。呢一點咧，中央十分清楚。我哋特區政府包括我本人同埋有關嘅部門負責人都經常喺中央嘅層面咧，向中央領導人不斷加強一個訊息。我睇我哋喺亞投行嘅設置同埋營運過程當中咧，我哋係有好多工作要做，可以做。一方面咧，可以為國家設立亞投行呢件事上面咧做一啲貢獻，但係同時咧亦都可以進一步鞏固同埋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剛才謝議員提出嘅，包括呢個雙總部啊等等呢啲概念咧，我哋都同中央探討過，我哋會繼續爭取。我哋認為咧，香港至少喺一方面，雖然係一方面，但係因為亞投行呢個動作好大，呢一個方面咧對我哋嚟講嘅意義都係十分大嘅，就係呢個庫務管理嗰方面嘅 Treasury functions， 香港呢方面咧個優勢咧係好突出嘅。但係我哋喺推介香港唔單止係向國家，仲向亞投行嘅其他成員經濟體推介香港嘅同時咧，我哋除咗講優點之外，我哋都要避免被我哋嘅競爭對手攞香港一啲缺點出嚟同香港競爭。佢哋喺亞投行嘅成立同埋營運當中咧，佢想分享到嘅一啲業務，譬如話舊年嗰場佔中運動，本來就話要佔領金融中心，要癱瘓中環，咁啊後來呢就係金鐘嗰啲地方出嘅問題比較大啦。呢個呢對香港喺國家層面又好，喺國際層面又好爭取分擔分享亞投行嘅一啲業務呢，係絕對冇幫助嘅。另外，譬如我哋土地嗰個問題，我哋土地不足就造成住宅包括呢個質量比較好嘅住宅單位嘅租金貴、樓價貴。我哋寫字樓租金貴。現在你要喺我哋傳統嘅金融中心區起一座大樓，譬如就係亞投行嘅一個雙總部之一又好，或者一個分支機構又好。唔係淨係個價錢問題，現在呢係冇辦法可以即時可以揾得塊咁樣嘅地。住宅嘅租金貴、樓價貴，我哋就唔容易吸引到外邊嘅人才入嚟香港。我哋冇寫字樓，寫字樓租金貴，我哋就唔能夠容易咁去吸引亞投行嚟到香港設立一個總部或者一個機構。咁因此所有呢啲
對香港爭取亞投行業務不利嘅地方，我哋嘅社會秩序、我哋嘅法治意識、佔中呢類問題，我哋要處理好。我哋嗰個強項咧，當然亦都要突出。總嘅嚟講就係我哋要揚長避短，我哋要趨吉避凶。呢啲工作咧，都希望全社會能夠配合特區政府一齊做。佔中呢類咁樣嘅行為咧，對香港唔單止我哋自己內部嘅工作同埋生活，對香港國際形象咧係有一定嘅影響。謝偉俊議員。主席，當然每個地方都有佢優勢，有佢缺點啦。咁但係相比譬如上海、深圳，佢哋無論喺交投量啊、市盈率啊，都比香港高好多倍嘅。如果我哋唔揾呢個出路嘅話，恐怕我哋香港好快就食唔到呢個老本嘅。面對剛才你所講嘅困難呢，究竟特區政府有咩具體嘅措施同埋辦法，可以喺起碼任內咧爭取到啲進步，係我哋 overcome 可以改變咗，或者係克服咗我哋一啲壞嘅印象，但係向國家面對佢哋而家咁大嘅困難，我哋可以做多啲嘢。我哋香港係一個出名嘅帆船嚟嘅，有風嗰陣時我哋應該駛你嘅。又或者用翻我李光耀嘅比例咧，香港係一隻好機動嘅一隻快艇，喺中國母艦旁邊咧，可以隨時咧突圍，幫助母艦護航，幫助母艦揾方向，亦都係避免咗同母艦直接衝擊嘅。咁呢方面咧，我希望特首咧，你能夠可以更加確實咁講一啲具體措施，而唔好攞啲理由出嚟話我哋做唔到嘅地方。主席，多謝謝偉俊議員嘅意見，我哋一定會本住呢個精神去做，我哋揚帆出海啊，同國家一齊走出去，呢個十分重要，對香港嚟講重要，對國家重要。我哋揚帆出海，但係亦都希望咧社會上唔好有人無風起浪嚇。本來我哋一帆風順嘅，咁無風起浪對我哋對整個香港社會都唔好。亞投行呢個問題同埋相關嘅一帶一路嚇，我哋十分重視，喺度咧趁呢個機會同大家亦都報告一下，因為兩件事係相關嘅。一帶一路呢個重要嘅一個戰略構思呢，特區政府非常重視，同中央不斷溝通。而我哋喺香港內部呢，上個星期五我哋嘅策法會開咗個會，一個擴大會議，亦都請咗經濟發展委員會同埋香港與內地經貿合作諮詢委員會嘅委員一齊參加，大概50-60人嘅一個會議。我哋有5個局嘅局長，5個局嘅4個局長，1個局嘅副局長嚟咗，亦都參加會議。落去呢，我哋一定會大力推動。喺中央嘅層面呢，事實上亞投行呢個構思未喺公眾嘅視線當中呢，我本人已經同中央有關部門嘅部長呢係當面談呢件事，爭取呢我哋喺亞投行嘅設置過程同埋營運當中呢扮演個比較重要嘅角色。咁所以多謝謝偉俊議員嘅意見，我哋落去呢一定會繼續做好我哋嘅爭取工作。按照我哋一貫做法呢，我哋會俾